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8月2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3篇第1节到第8节，历代志下卷第8章12节到15节，使徒行传17章第1节到第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当尽的义。耶稣基督曾经走在施洗约翰的面前，要求接受洗礼。约翰呢，原本拒绝耶稣基督的请求，但是耶稣基督要求施洗约翰为他施洗的时候，他就说了当尽的义这句话。这句话当然有几种不同的含义啦，但是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既然他以人子的身份降生，就必须按照世人当尽的义来谨守。在犹太律法当中有许多规范以及当尽的义，如同耶稣基督他在出生的第8天，约瑟呢跟玛利亚就带他到圣殿去献祭，并且接受割礼。12岁的时候就带耶稣基督到圣殿去行成年礼，这都是按照犹太的规范来行当尽的义。历代志下卷第8章12节到15节记载了所罗门王的事情。所罗门在圣殿的前面所造的祭坛上面献烧化祭，它是根据摩西律法的规定，为每一个圣日献烧化祭。这些圣日是安息日、月朔和3个年节：除酵节、收获节和住棚节。他按照他父亲大卫的规定，分派祭司和利未人每天的工作。利未人协助祭司一同唱诗和担任其他的工作。他也遵照神的人大卫的命令，把圣殿守卫分区组织起来，使他们在各城门执行任务。大卫所指示的祭司和利未人有关库房和其他的工作，他们都一一的实行了。圣殿的服事中，祭司们也应该要照着班次，按着节庆来服事，来献祭。保罗呢，带着希拉的宣教旅程当中，他每到一处都会进入到犹太会堂去传讲圣经的话语，并且从圣经的当中来论及复活的主耶稣基督。虽然他们遇到许多人的对抗与指控，保罗仍然坚定坚持宣讲圣经以及复活的基督。使徒行传17章第1节到第9节记载了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遭遇，但是保罗他们并没有因此而退缩，因为宣扬复活的基督是他所受呼召当尽的义。保罗和希拉继续他们的旅程，经过安菲波里、亚波罗尼亚，来到帖撒罗尼迦。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，保罗照着习惯进入会堂。他连续3个安息日，根据圣经跟人辩论，讲解并证明基督必须受害，然后从死里复活。他说：我对你们传扬这位耶稣就是基督。其中有些人信了，成为保罗和希拉的同道。有好些人敬拜上帝的希腊人和妇女界的领袖也信了。可是当地的犹太人心里嫉妒，召集了一些市井无赖，纠合成群，在城里引起暴动。他们闯进耶稣的家，要找保罗和希拉，把他们拉去交给暴民。
可是找不着，竟然把爷孙和其他几个信徒拉去见地方官。控诉说，这般人扰乱天下的人，现在来到本城，爷孙竟收留他们在家里面。他们违反皇帝的谕令，说另有一个王名叫耶稣。这些话使群众和地方官起了一场骚动。地方官命令爷孙和其他的人缴款拒保，然后释放他们。诗篇103篇第1节到第8节，我的灵啊，要颂赞上主，要用整个身心颂赞他的圣名。我的灵啊，要颂赞上主，不要忘记他的仁慈。他赦免我所有的罪，他治好我一切的病。他救我脱离死亡，他以怜悯慈爱环绕着我。他用种种美物来满足我，使我青春常驻，健壮如鹰。上主为压迫的人伸冤，他为他们伸张正义。他向摩西启示他的计划，使以色列人看见他的大能的作为。上主有恩典，充满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。求主帮助我们坚定地回应上帝的呼召，坚守我们应当尽的义，努力传扬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